宝贝征兵，身边有人在吐气，敢有听见？左右的面色阴沉，敢有看见？常常要紧家己，常常注目时机。真正大声看咱是啥物？是啥物？第二，身边有人肯陪伴，有感觉无？左右的心境迷茫，敢有看见？常常操心家己，常常担忧时势。朋友世界看咱是啥物？是啥物？第三，身边有人爱吟诗，有听去无？信徒感动的歌声，敢有听去？常常参加团契，常常爱去敬拜。兄弟姊妹看咱是宝贝，主宝贝。身边有人爱见证，有听去无？圣徒光彩的面容，敢有看去？常常分享信仰，常常支持宣教。天煞天君看咱是精兵，主精兵。